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車書頻道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同加拿大車評人 Regina Chan 陳慧心。今次我哋專程由加拿大飛到嚟南韓呢度，為咗嘅就係測試呢一部全新嘅電車 Kia EV5。上一次嚟試 Kia 嘅車嘅時候呢，已經係差唔多2年前嘅事啦。當時試嘅呢就係旗艦嘅 EV9。咁當時呢，我覺得呢架車呢就係非常之好，但係呢就稍微大做咗少少。但係今次呢，呢一架嘅 EV5 呢，可以話呢就係啱啱好呢，係適合所有嘅家庭用嘅電車嚟嘅。Kia EV5 嘅到臨呢，就係象徵住咧韓國起亞品牌喺純電車市場嘅領先地位啊！亦都代表咗咧呢一種嘅純電嘅越界型號呢，已經邁入咗全面實用嘅世界啦。咁佢又冇再追求呢一個高科技同埋華麗啦，反而呢就係以北美家庭日常生活呢為重心啦。咁啊強調呢空間靈活呢，同埋係實用可靠嘅。咁比起 EV9 嘅比較大嘅體積啦，同埋 EV6咧走一啲嘅高性能路線啦，咁 EV5 咧就係回歸到咧我哋用車嘅最基本嘅初心啦。咁再加上咧佢係亦都配合咗可持續材料嘅策略啦。咁用呢架嘅電車嘅時候，不論內外咧都覺得對得住呢一個嘅大自然，所以 EV5 咧將會成為咗 Kia 一系列嘅電車當中一個最具殺傷力嘅一匹黑馬。Kia EV5 以數字排行嚟講，當然係比 EV6 嘅尺寸細咗少少啦，大概咧就係短咗70個 mm 嘅。咁比起同門非純電，但係都係有呢個插電雙動能嘅 Sportage 嚟講呢，佢亦都係短咗少少嘅。咁另外呢，外觀嗰方面呢，當然就係延續咗品牌對立統一呢一個嘅設計特色啦。咁簡單嚟講呢，其實呢，佢係似一部 BB 版嘅 EV9，基本上呢，外形係一模一樣，但係個樣係比較細啲嘅，所以咧覺得佢特別可愛。呢部全新嘅 Kia EV5 咧，其實就係一部中型嘅越界車啦。咁內籠設計嗰方面咧就係非常之簡潔嘅。首先咧就係有呢一對嘅 Mask Screen 啦，簡單清潔，不同嘅資料顯示。而呢一個部分咧就更加容易啦，因為有實體嘅撳嘅掣。咁喺控制嗰方面咧又特別簡單同埋容易操控。咁再加上咧空間感係非常之大嘅。咁首先咧喺上邊呢一層咧，呢條橋上邊咧就有兩個呢一個嘅 cup holder 啦，可以插電啦，亦都有另外一個隱藏嘅呢一個儲物櫃，係非常之實用嘅。咁睇翻軚盤呢方面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簡潔啦。有呢個 Kia 新嘅標誌之餘咧，基本上咧大部分嘅控制咧都係要喺個軚盤上面係揾得到嘅，同埋咧最緊要咧佢係 flat bottom。呢一個嘅軚盤咧喺手感上面咧係非常之舒適，而物料採用嗰方面咧，雖然咧都係一啲回收嘅材料，但係感覺上咧係非常之豪華，同埋係有真皮嘅感覺㗎。EV5 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實用嘅中小型嘅越界車，真係適合任何家庭去使用嘅。咁首先呢，係佢嗰個行李空間啦，你可以喺第二排座椅反低咗之後呢，佢基本上咧係完全躺平嘅，最大呢係可以有超過2000公升嘅載物空間啊！就算你係坐咗5個大人之後呢，佢依然呢都係有超過800公升嘅容量，所以話呢係相當之足夠日常嘅生活所用嘅。今次喺韓國試車嘅呢一個版本呢，就係採用咗呢一個160 kW 嘅摩打，帶嚟215匹嘅馬力。咁喺整體嗰個試車過程入邊呢，就發現佢呢係相當之平穩，同埋呢亦都係有足夠嘅起步力啦。咁當然啦，從靜止到加速100公里呢，佢呢係需要超過7秒時間嘅。咁而呢一部嘅 EV5 呢，就係同韓國現代汽車集團旗下嘅所有電車一樣啦，都係採用佢哋呢專係為電車打造嘅平台 EGMP 喺上面嗰度打造嘅。咁而電池嗰方面呢，就 EV5 呢就用咗81.4嘅 kWh 嘅電池組。咁再加上呢喺呢一個韓國試車嘅時候呢，我哋就係試咗18寸鈴嘅配合啦。咁根據當地嘅測試呢，續航里程呢最多呢就可以去到530
公里。咁當然嚟到北美洲嘅時候，我哋就係採用 EPA 呢一個嘅測試嘅數據啦。咁估計咧都係應該會喺大概450至到480左右啦。咁但係當日咧喺首爾嘅郊區試車嘅時候咧，喺超過200幾公里嘅山路測試過後咧，已經發現啲電仲剩翻一半有多喎。咁咧可以話咧佢嘅實際嘅續航力咧大有機會咧係突破500公里嘅，又要視乎你嘅駕駛態度啦，同埋嘅室外溫度等等不同因素啦。出年第一個推出嘅級別咧，將會係長續航力嘅兩輪驅動版本 Long Range Two-Wheel Drive， 亦都係咧前置單摩打嘅佈局，即係話前輪驅動啦。咁而稍後咧就會推出雙摩打全輪驅動同埋 GT Line 呢一個嘅包裝級別。咁到咗明年嘅年底咧，就會有入門嘅標準續航版，就係 Standard Range 嘅 Two-Wheel Drive 啦。Kia EV5 現時咧正在係喺韓國同埋歐洲率先推出，而加拿大嗰方面咧就要去到2026年嘅年初先至會推出。咁今次咧喺北美洲推出呢一架嘅 EV5 咧，最大嘅特色就係美國同埋墨西哥都係唔會有得賣，只係得加拿大先有嘅啫。好啦，今日我喺南韓為大家測試嘅全新2026年嘅 Kia EV5 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下一次再為大家飛去其他地方，再試唔同嘅新車。